希望曾經講過香港歧視係唔嚴重嘅人，你哋要知道悔改，因為歧視喺香港已經釀成咗悲劇嘅發生。香港要反省，唔可以繼續錯落去。人人生而平等，我哋要關心身邊嘅人，無論佢同你講，無論佢同你有幾唔同，都應該諒解同埋接納。今晚我哋有咁多朋友聚集咗喺呢度，係希望令離開咗嘅人知道，有好多關心你同埋支持你嘅人，當中包括你熟悉嘅，或者係同你素未謀面嘅。而家我哋首先請黃國堯牧師同大家講幾句説話。唔該。今晚企喺呢處每一位嘅朋友，我哋都係為咗嚟悼念啱啱喺呢個星期一，係一位28歲嘅年青嘅女仔，將佢嘅生命嚟到結束嘅一個悼念嘅時刻。大家知道呢位嘅女生，佢原本係一位運動嘅女孩，但係因為佢嘅衣着係中性，被誤解、被歧視，而作出呢一個咁樣嘅輕生嘅行動，令到我哋每一位無論認識佢嘅或者唔認識佢嘅心裏邊都係好難受。我知道可能喺每人心裏邊對於呢位年青嘅朋友咁樣離開我哋有唔同嘅諗法，點解佢就咁樣離開我哋而去？但我相信喺佢內心裏邊一定係充滿咗好多嘅掙扎同埋苦痛，佢先作出呢一個咁樣嘅行動。我哋想到呢位嘅年輕嘅朋友嘅時候，我哋就想到其實可能喺身邊有唔同嘅人，佢哋都係受着歧視、受着打壓，佢心裏邊冇辦法嚟到表達佢心中呢種嘅苦痛。我記得我睇過一套電影，亦都可能係基督教裏面其中一套嘅電影，就叫做《為巴比祈禱》。裏邊有一個嘅巴比，年青嘅巴比，係因為佢屋企裏邊保守信仰嘅母親對佢嘅唔諒解，最後佢選擇咗跳橋而輕生。影片嘅最後係講出佢嘅母親嘅悔改，同埋重新去肯定佢呢位同志嘅兒子。我身邊裏邊亦都有唔少嘅同志朋友患有抑鬱病。最近我識得一個年青人，都係20幾歲，喺台灣，佢選擇咗同樣嘅相同嘅自殺或者輕生嘅行動。呢啲嘅事一一表明喺我哋身邊呢啲嘅朋友，佢哋受住我哋不能夠想像嘅嗰種嘅苦痛或者煩惱，而一個一個選擇咗用一個我哋覺得唔係幾好嘅方法了結佢哋嘅人生。每一次當我睇到，每一次當我見到，每一次當我去體會佢哋嗰種嘅苦痛，而選擇咗咁樣嚟到輕生嘅時候，我心裏邊當然好無奈。但我相信除咗無奈之外，我哋就係話，點解呢個世界上邊仍然有不少嘅人，佢係仍然用一種帶住歧視、睇唔起，甚至係更嚴重嘅眼光、言語嚟到去藐視或者輕責、深責我哋身邊呢啲嘅朋友。
所以當我哋今日嚟到呢個地方，雖然我哋喺呢個咁公開嘅地方，喺時代廣場呢個地方，喺一個咁我哋香港係一個咁公開、咁文明嘅社會，但係仍然係有不少咁樣嘅例證話俾我哋聽，社會裏邊係仍然存在住歧視，係不單止係我哋以為好簡單嘅、好輕描淡寫嘅，而係非常非常難以形容嘅嗰種嘅深層嘅歧視，仍然喺社會嘅各階層之中。因此，我哋喺呢一處，當我哋紀念呢一位嘅年輕嘅朋友離我哋而去嘅時候，我希望香港嘅市民能夠更加睇清楚事實嘅真相。香港政府應該更加要重視喺呢個社會裏邊被歧視、被打壓嘅人群，為被受壓迫嘅人早日嚟到去立一啲嘅法例，就好似性傾向歧視嘅法例，或者起碼有個諮詢。但係如果連諮詢都冇嘅時候，點樣嚟到去邁向一個更深嘅層次，話我哋冇歧視，對佢哋係公平同埋有愛心？我相信我哋如果冇咗呢一個過程，我哋冇辦法能夠得到呢一個咁樣嘅結局。今晚我喺呢度嘅時候，我係希望我哋一方面帶著一個悼念嘅心，一方面希望更多人明白、知道社會裏邊係需要更多人嚟到去幫助受歧視嘅、受打壓嘅小群嘅邊緣嘅群體，或者係弱勢嘅社群，就好似同志、跨性別等等呢一類嘅朋友。我呢一處藉着我所相信嘅上帝，求我嘅上帝親自安慰每一位認識或者唔認識呢位年輕嘅朋友，離我哋而去嘅呢位年輕朋友嘅每一位佢哋嘅親人，每一位佢嘅朋友，甚至係我哋呢一處每一位未曾認識佢嘅朋友，我哋都能夠深深去體會上帝喺我哋心裏邊嘅安慰嘅力量。我亦都喺呢一處呼籲更多嘅人，特別喺同志嘅社群嘅朋友或者係基督徒，係繼續唔因着身邊嘅環境嘅困難，係繼續堅定、繼續向前，為着爭取同志嘅平權，盡心努力，唔後退。願我哋能夠早日喺呢個社會裏邊得到真正公平、公正、愛心嘅對待。唔該晒黃牧師。